最后你要知道，南华商圈有机会复苏吗？最后我们也来聊一下南华商圈有没有机会再度回血。先说结论哦，我觉得很难，好、非常的难，甚至比新崛江回血还要难。因为高雄市政府目前发展的方向北高雄，对南高雄的照顾会比较少。其实这边也不叫南高雄，南高雄的话一讲会讲到新湾区，这边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连火车站一起看，就这样啊。高雄火车站盖太久了啊，那长明商圈什么的，就以前的高雄火车站附近的商圈，现在都挂了哦，就这样。你说高雄市政府这样有没有在做事？也是有哦，例如说搞了一个叫天幕光影秀，长这样。你看到照片上面紫色这一条奇怪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哦，然后会依照不同的时间去做变化颜色。好，那你说有多少人会特别花时间来看这一条奇怪的天幕？你有来看过吗？我都说我没印象了哦。